这位叫做王汉谦呐，这我的后生，第二后生。王汉谦，谦嘿，谦虚的谦呐。你就讲谦咩呢？读做谦。谦是人的汉字谦吼，错谦。好啊命，互你读甲安尼。你会要甲棒球会家己去拍天下？大学毕业都爱家己爱拍天啊。阮兜大学毕业拢要我咧饲呢。伊是阮囝。我袂叫你讲咧。那是阮妈妈浩然，浩然呐。因爸爸是文世界。文世界。分世间啊。为山，为水，为玲珑。欢迎节目主持人凤恰恰。大家一直叫，每一个人拢真笑着。是，感谢。哎呀，欢迎咱全世界咱所有爱护咱公共电视台好朋友吼来收看咱全国上界有气质的电视台——公共电视台上界好看节目，为山为水为玲珑，来讲台语世界通。我是大家好主编龚小姐，大家请安，大家问好。当然，现场要有咱台语文专家，欢迎陈安祖老师。为山为水为玲珑，事业武囝来开创。大家好，我是安祖老师，欢迎收看咱的节目。大家成功就是我上大的快乐。现场这个充满着慈祥啦吼，因为咱真欢喜咱本节目上爱有迄个母仔囝来吼。想要拖节大贵啦！我足烦恼，我足烦恼，唔知是要对一对开始。来，您好，你好，广告你好。麻烦你用台语介绍恁囝。介绍阮囝。这位叫做王汉谦呐，这我的后生，第二后生。王汉谦。谦嘿，谦虚的谦呐。你就讲谦咩呢？读做谦。所以爱念王汉谦。谦对啊。谦是人的汉字谦吼，错谦。好啊命，互你读甲安尼。你啦，唔通啦。王汉谦。王汉谦才对。谦卑的谦。歹势。虽然我是恁老母，歹势。歹势啊，因为有一个老爸叫做小亮哥啦。小亮哥。王培峰嘛。嘿，对啦。伊本名啦。嘿。哦，体家算讲无种着老爸吼。比伊第加2倍啦。真正拗得出不，出好顺，真正赞。感谢。继续。伊20岁，今年拄啊20岁啦吼。读大学3年，伊即马拄啊第3年啦。读什么系？读迄个有迄个系哦。迄个系叫做资讯图书馆。资讯的台语怎讲啊？你问对方问我。老师，资讯图书管理系。图书管理系。毕业了会去做图书馆做管理员的意思。会使做图书馆长。目睭水，什么做会使做馆长？馆长。然后会使去管迄个国家迄个经部，你知无？安尼。管理，你所有的物件拢爱有人管理，安尼知无？以后是情报人员，你知唔知？慢慢安尼讲，恁兜的迄个恁兜的迄个什么？厝客，迄个财务。阮兜厝客都爱互伊啊。你叫一个人来甲你管理啊，你就会使叫伊去甲你管理啊。你甲乌伊咧。你迄个影仔卖互伊就好啊，伊就袂甲你乌去啊。安尼吼，伊若偷客咧。头壳你就使甲顾啊！放个生一个囝3当白贼，生一个囝3当白贼，什么意思？拢想讲因囝做好，你讲东讲西，其实迄拢是无啦，这时代是目中囡仔拢是上介好的，这个对啦，哥嘛唔通伤寒啦。哦，伊的图书管理应该是讲要安怎管理图书馆，这甲政府单位哦应该较无关系。所以这老母唔通白差啦。是老师你也甲恁讲啊，人伊迄个读的迄个吼，都是管理
系统要怎讲啊？系统系统对，伊是吼管理的系统。但是你即摆还有咧伊的所费啥，还有咧处理无？爱啦，嘛是爱啊，这么搁咧读册啊。有，按算几岁要甲放手，互伊家己去拍天下。啊，大学毕业都爱家己爱拍电啊。有。系啊，应该是爱安尼啊。哎呦，安尼可怜呢。那会。啊，恁到大学毕业拢要我咧饲呢。嘿，哎呦，来吧。会使人家 K 杯吧？哎，爸爸，喂，点去？好啊，你介绍恁后生，听起来这自由啊吼，对后生真满意吼。相信恁翁对伊嘛真满意啦吼，恁两个家己制作的，个人作业，个人担，个人后生，个人请，吼，来真好。来，换你用台语介绍恁母啊。好，好，这是我的阿母，伊的名叫做林自由。诶，林自由，准哦。诶，伊是个美丽的阿母。嘿，恁平常时恁两个伫咧厝内面啊，你是甲爸爸较好，甲妈妈较好啊？甲妈妈较好。哟，嘿，平常时啊，啥人互你收费？收费听有无？无呢，迄啥？钱啊！哦，阮妈妈。会用头毛一个月互你偌济？还有一礼拜？四一礼拜哦。嗯，无啦，无遐尔济。够。一次就3或4啊？9000哦。够用啊！哦，够用。高清收济啊，高清收济啊，够用就好，够用就好。啊，你母对你母啊，无啥物要搁介绍啊？无啊，我来问好咧，翁仔某感情好无？感情真好啊！你哪知？我有目睭啊！我会使看啊！是，因为因过去因要结婚的过程，你可能无了解，经过一番的革命，嘿，听有无？听有。就是恁阿公啊，恁外公对恁老爸是有意见的。我知，你知吼？我知你哪会知？我听我妈妈讲的。我其实你已经结婚，你在场咧。你哎，你嘛讲说你是个讲是啦。不怪有意见啦，嘿。哦，搁一个哥哥哦，哎，那搁一个哥哥我拄仔讲伊是第二个嘛，你还有一个大汉。你生几个啦？两个啊。哇，两种查甫哦。系啊。我那遮熬啦。安尼哪有啥物搞啦？哟，嗯，我生3个。你有查某的，阮无啊。哎，我有查某，你免讲迄，哎，你讲较细，你有查某，我无。我有查某，我你啦。欢迎恁两位来啦，吼！来去来，王汉强，这对老师好，我毋是老师，老师伫遐啦。老师好，老师好，你是阮囝，我袂叫你讲咧。这是阮妈妈浩然，浩然呐。我先讲，你小等，你小等。哦，我等你哦。你就等一下，互恁母啊，先介绍你，对，啊，请了，干小。伊介绍你莫讲话。伊是阮囝，我知。叫韩吉，韩吉啊，韩伊23岁，救兵转来，哦。哎呦，救兵转来，因爸爸是问世界，不是应该混世间啊！康秀芳啊，我叫阮因爸爸混世生有。个性叫罗关，个性真乐观。叫罗关，你尽量讲，我尽量替你翻。伊那看起来无啥像迄个台湾囡仔，敢若头你着。笑我爸爸。哦，你秀我阿公，秀像，伊现在想你秀阿公，像阿公像爸啊。爸就拜啊，是讲伊王中平无水，无像所以像阿公，但是看敢阿斗仔囡仔咧。是啊，你我翁仔某捌为着安尼冤家吼？我爸爸嘛是想混血。外国人，是真的哦。想啦，唔是啦，要问我 grandma，我问
闽南妈啦，蒙古人嘛。这算隔代遗传安尼啦，可能隔代遗传啦，可能因咧顶世代有去套着啥物对套对对。伊做便当啦，即摆食啥套咯？即马追新衣，是老师，请问生意怎么讲？做生意啦。开店做一个小店的做生意，一点点生意。开啥物店？桌游，桌游的导游啊，导游，哎，即摆哦，都有好好拢。导游，加因为可能家庭咧算的啦哦。吼，有的嘛贵三呢，对啊，利润袂歹吼。好赚啊，好赚啊。哦，还不会开，还不会开，还未开啊？还不会开，冷的人来开。冷的出2月初啦，你的出2月初， 2月初要开啦。咱是福州人呢，伊讲2年厝呢，艺术片呢。我听你介绍完，我就要分你哈。喊我介绍，我咧韩椒嘛，韩椒，我咧介绍恁妈妈来。你是浩然，于浩然，伊就爱做面包，bread 胖啦，胖啊，哦胖哦，做胖，米包，面包怎么讲？伊当时咧做米包，我都唔知。哎呀，做米包就厉害，开店哦。无，兴起啦。兴趣啊，兴趣。兴趣啦，兴趣，碰过我今仔哪爱做倒头的，我来遐坐你来问我拜托，我根本无法我搁咧。较艰苦。系啊，我今仔有寒，我喊你流汗咧。我看你访问我嘛咧流汗。好，咱今仔日后要考验这个台语的时阵，咱卖用迄个什么回答的迄，今仔可能会哩答答。哦，咱今仔安尼，咱来讲家己的妈妈。哦。讲到你的妈妈，你会想到啥物？哦，一个来。我讲到妈妈，你会想到？我想到，妈，你寄来的铁西运功餐我已经食了啊。铁菜有做运功餐，是安怎铁菜运功餐？啊，就是妈妈就是咱要爱什么货，还是伊想到什么货，伊就拢会甲咱照顾。就在这边的时阵，对无？惊咱身体去伤着。妈妈的爱甲关心。所以你要甲你妈妈要求过，讲我要第啥物件？要求要升乐器啦，学音乐，这是我上大的要求。妈妈会照你的要求，互你。对，所以爱甘心，爱感念在心。那想到妈妈，我个想到冷冻包。冷冻包啥物？啊，因为我高中毕业就起来台北，因为我高雄人嘛，啊，租厝当时啊袂赴煮饭，啊去外口买有当时也嘛无好，啊，我母啊就是甲物件先煮好，哇，啊用冷冻夹起来，妈妈呀，妈妈妈妈弄啊夹一个箱啊，啊冷冻啊起来，啊我个安尼哦，足赞的，啊这包是啥物萝卜，啊这包是啥物，安那有一个遥控器。啊个有当时夹物件，佮藏唔到的，啊连厝内底遥控器嘛夹起来。想下，妈妈对你够好，较差不多咧。妈妈对你较好，我再先甲跳过吼。来，你想到妈妈，我就想到轻欠。轻欠，讲一个例，我们听看偌轻欠。哦，因为我自细汉，阮妈拢伊袂买家己的鞋啊，嘛袂买家己的衫，伊拢欠钱，互阮。互我甲阮姐姐去读册，啊学钢琴，你这个身材安怎？甲我同款。安尼妈妈足忝的吼。袂啊，足快乐的啊。所以伊拢真轻欠，互恁两个去买钢琴。学钢琴嘛，学音乐。学音乐的费用是真悬的。足悬的，我爱学乐理，嘿。听音乐还足济。了解，为着要家己的查某囝吼有将来有一个成就，所以家己勤俭，好感谢。来，就想到妈妈。我想到献花是每一个台湾女性拢有的本特质啊吼。对。其实头拄讲的冷冻包，还佫有这轻巧，阮妈妈拢有，啊嘛是足甘心，因为阮无带做伙，我伫咧台北，伊伫咧桃园，啊讲献花就是讲伊的摒扫内底，会甲囡仔，佫有翁婿，佫有
大家官大家因处理甲足好势。照顾遮济人。对，啊，像迄阮的身躯若是安怎啊，还是讲阮的美感的问题，伊拢会去开钱啊，甲阮教育。什么问题？美感。什么叫做美感？美感怎么说？哦美感吗？哦比方说诶，音乐的美感啦，目睭会看到的迄衫啊裤啦，啊无就是水的物件，伊就会互阮了解安尼。佮即摆嘛是过安尼吗？嘛是安尼。虽然你已经嫁出去啊，嘛是过嘛安尼。是共款。所以嫁出去查某囝，你妈妈心目中永远是家己的查某囝。是啦。来，是想着妈妈。我想着阮妈妈，就是感觉伊就是较辛苦甲拖磨。辛苦拖磨。伊就是想讲，逐项拢爱圆满，对大家官嘛爱圆满，所以伊就毋敢，伊嘛讲啥都爱做啥，啊，就是迄落迄厝内底的代志，逐项拢爱做。囡仔就请养甲大汉，大汉了后，囡仔的孙嘛就爱搁照顾。我有感觉伊一世人安尼代志，敢永远拢做袂了有无？因为所以伊拢感觉讲圆满就好，圆满就好，啊，就家己就加做一寡安尼。所以你有听到你妈妈的个性，一定会安尼。对。事项就圆满到家己加吃苦，袂要紧。你查某人伟大的所在。来，对你就想着妈妈。我会想着煮饭。煮饭。对，虽然真简单，两字煮饭。煮饭是3顿尔，对你来讲是安那真哩重要。每一工拢爱做是一个足辛苦的代志。对。恁妈妈唔哪爱煮饭辛苦尔，伊搁爱迄个镜头安尼播，甲观众朋友安尼。我你讲吼，即摆买这吼，你爱粉饼安尼切，安尼播，安尼播吼。而且我甲你讲，那切菜吼，拢是为着你，你知道为着甲恁哥哥，以后都爱友好。知。趁钱爱交，爱互交母啊，莫交互老爸，知无？知。一个煮饭，来，是想着妈妈。想着妈妈，我就想着囡仔。囡仔。阮妈妈是老师。叫教囡仔。囡仔。教囡仔，阮细汉时阵，老师嘛是阮妈妈。你就是恁妈妈学生，这个真特殊哦。是啊，我生阮囝，阮妈妈，来甲你做伙，来甲你照顾。对，就来台北照顾我。来台北，台北。对啦，做妈妈拢是安尼，想讲哦，你着抱转来我顾啦，抱转来我饲啦，虽然是外孙。是外孙，对不对？所以你以后因来生，你嘛是安尼。是啊，我甲伊讲啊，我讲你囡仔，我帮你找。帮你带啦。我帮你带。你加生寡，等下拢互伊带吼。知无？是，伊跟真简单讲，恁妈妈做老师安尼尔吼，其实是照顾真侪囡仔，所以妈妈迄个精神是真伟大。是。用对你家己身躯嘛是，只要你会得到恁妈妈迄个感觉，以后你会真正照顾囡仔，了解。是想着妈妈。我要想着面包啦。面包。胖面包呀！我妈妈做面包就厉害，我带面包去学校。学校去吃，不是去学校啦，去学校呀，去学校，然后有妈妈的味道啊，有妈妈的味道，妈妈的精神这样。你妈妈无甲你做便当，规拢去放钱内底。便当食学校学校的。哦，便当是迄个饭是学校的。妈妈会放是下午茶啦。哎呦，做伟大啦！妈妈还佫做胖啊，伊去做迄种什么下晡时啊？每工拢做。每工拢做。是啊。哇，足甘心的，你安尼阿爸足友好的，对不对？哦，虽然讲伊真简单，咱讲着妈妈想着胖尔，但是你讲是小小一个动作，每一工拢无停过，真好，还友好。来，妈妈讲完，我来讲爸爸，因为是大人拢是无爸爸要哪？无爸爸妈妈要哪有咱，对不对？咱来定两个。那讲到爸爸，我就想着夜市啊，因为阮爸爸妈妈，阮爸爸就是伫咧夜市啊做生意，请我大汉的。定定伫咧夜市啊，我细汉的时阵拢是伫夜市啊，看个天光，阮爸爸妈妈开始收担。哇，迄是啥物画面？你看，两个人安尼担安尼。塞起来担啊，对啊。来，定两三。
一想到爸爸，我就想到救人，救人，嘿，因为阮爸有参加一个救难队。哈，迄个真艰苦哦。迄最厉害哦，有一件哦，因为阮爸上中班回来才11点半嘛。前几工的中昼，做甲隔工的11点半。然后回来接到电话，讲要救人哦，无困。衫换换，佮出门啊，2工才回来。哇！因为遐爬山入去山内底救人啊。有当时迄个信都无电，都佫袂通，你问咱伊是安怎？对。迄种义工对无？迄种义工，装备家己买。真伟大，这个拍波，真厉害。来，一想到爸爸，我就想到万灵，万灵啊，就是无所不灵无所不灵。哦，对。你心目中爸爸是无所不灵。哇！我感觉阮爸爸是超人。Superman。对 ，Superman。因为细汉的时阵，我若是要爱啥，伊拢会做互我。哇，系用做的，因为阮爸爸是做水电的。哇！毋过伊啥物拢会晓。亲像迄我国小的时阵啊，就要一个呼啦圈。嘿，就想要一个呼啦圈，阮爸就用迄水管，家己烧一个呼啦圈啊。内底吼，有内底佫装沙。哇！安尼摇的时阵有声，重量才有够，有声。嘿，好一个，讲要用迄铁丝要安怎讲？烟线，迄叫烟线。做一个铁马。哇！模型。用手铁马。哦。伊无学过哦，就家己用迄烟线安尼。互我教作业。伊啥物拢会晓。有可能是恁爸爸买袂着你 size 的呼啦圈。毋是啦，有可能。无啦，碰到。然后爸爸是爱查囝。那因爸最厉害，伊第一台机车嘛是因爸做的。喂，第一台机车。恁爱加强啊！这爸爸真正伟大。来，1、2、3，一想到爸爸，我就想到金架头。哟，金架头。阮爸爸是做肉的。做肉。对。伊虽然讲伊的身躯、伊的脚无方便，毋过伊的金架头足有力的。我就讲一个故事就好，就是我有一台电钢琴，伫个公寓的3楼。3楼。伊含一个师傅，就家己安尼用骹、用手搬落来。用搬哦。用伊的力。我迄个时阵讲，爸爸我来，你的骹安尼会无力，我来帮你斗相共。我说唔免，你走，去边仔徛的，无要紧。伊就含迄个师傅安尼3楼安尼搬，我就看到我的爸爸迄种，等下，小困者，不是困者，小好困者，好，来，行，好，你来出来，动的，好，行，到1楼了后呢，讲出去，可爱扛起你迄货车顶。我看伫遐，我就含迄个钢琴老师伫咧边仔，就感觉这就是爸爸。我讲我即摆就嘛是足感动的。爸爸，多谢你。真好。哇，金架头。一般咱咧写尖角头，正讲金架头，咩写？老师。金架。金架。金架。迄个架，金架头，加字弱字平字，金架头，好了解，金架头来。金架头。就你好嘿。你想到爸爸？我会想到广播电台。广播电台。因为阮爸爸是伊是伫咧做广播电台，所以伊每一工都要用电脑去找资料，念歌，安尼伊足辛苦的。对，伊逐工是直接报出来嘛？报出来，报。迄老师新闻的代志啊，新闻，报新闻。伊个报新闻，但是每一工拢要去上班。每一工都要上班。不管你辛苦病痛，拢一定爱去。你会听无？我会听。你会听？我会听。你会听伊的声音，无讲我今日有听到爸爸的声，可能或者为爸爸的声音当中，有些听出伊今日身体状况。我会注意。安尼好，真有效来，是讲到爸爸，我就想到歹人。歹
歹人。不是，因为阮爸爸是演员，啊，我细汉的时阵，阮爸爸拢是演歹我人。介绍一下吼，主要爸爸是这个林兆明先生。对，伊拢演歹人，我会记我细汉伊拢演歹人，所以我细汉阮若出去，人拢讲爱歹人因囝。嘿，以前人都会伊好奇嘛，都安尼甲阮叫，所以我上记得大家阮若出去，人就会讲啊，迄歹人因囝，歹人因囝安尼。嘿，啊，毋过阮爸爸其实吼，细汉伊规工拢在录影，拢在拍，啊，伊当阵为着要趁钱，所以伊足少转来。问题伊若转来，伊一定会带阮去买物件。带阮去买厝内底爱用的卫生纸啊，还是爱买菜啊、买水果，嘿，较重的物件。妈妈摕无法的物件，都阮爸爸安那有伊就甲阮带去买，甲斗买安尼。对，所以讲嘛是真辛苦啦。是真大心的爸爸吼。来，就想到爸爸。我要想到照顾。救狗。照顾。照顾。因为我小时候生病发烧，阮爸爸抱我跑去医院。便宜啊，然后发烧，然后阮爸爸就陪我叫狗力，你半暝啊嘛？半夜嘛？对，半夜，然后打点滴，我妈妈陪我，然后就牵着我这样。你印象当中这代志，每一个老爸老母拢会做这款。印象深刻。就是讲囡仔若破病，尤其恁这时代较好啊，恁这时代算讲病院啊，急诊室较早是无的。较早是爱去甲医生管弄门讲敲门，一直讲拜托咧啊，这是真正的代志。因为每一个爸母拢才有这个经验，你若爱咧，将来你嘛有可能会拄着，所以这是一个时大人的责任。互你印象真深，恁爸爸陪你半暝啊去医生馆陪你，安尼。将来对待你囡仔嘛是爱安尼，好无？好 ，OK。来，咱是讲到爸爸，我就想到拍卡称。行啦。阮爸爸嘛是老师。爸爸妈妈拢是老师。爸爸就爱拍哦。哇。就拜哦。就拜。派啦，就派，也顶条还是也什么？摕什么？伊个皮皮带。皮带啊。我用水嘞。阮兜三个查甫，我爸爸拢用皮带水。啊。大个拍，中个破，小个破。拍。三个拢拍。伊教阮。变歹，变学因学歹去，教育较严格，这嘛互你印象深的所在。是。好，哦，就对面。今仔个老师在台语面啊。讲到这，其实嘛，足侪囡仔人吼，爱真正好啊，知影老爸老母的用心啦。对啦。毋过讲到这吼，大家较严肃啦，我来讲较笑亏吼。因为阮老爸老母拢做爱细细念，啊，徐福丁徐老师吼，伊有一条歌，那边迄个电语打铃，迄叫那细细念，细细念，搁细细念，念笋饭粒黑白念，念新妇煮饭伤咸，念囝趁钱袂晓欠，念翁哪会遐尼掂，啊念规工嘛拢袂忝，啊细细念，搁细细念。变做改种物件甲形容出来啦吼。这时大人拢嘛做细细念的啊。因为关心你，伊爱你啊。那念囝念翁嘛念个。对啊。我逐工讲好咯。来，俗语讲了好。大皮康学校是一间足有名的私立中学，而且毋是讲你有钱就会使入来读。你若是要入来读吼，迄父母甲囡仔拢爱经过面试。一天呢，阁有一对母仔囝啊，几对母仔囝吼，要入来面试。啊，到底会发生什么代志？互咱继续甲看落。哇，
恁好这几年啊，你成绩拢真好呢。这拢是因为咱这老师吼，啊，大家安尼拍拼了真好安尼。就是因为吼有你哦，家己头前安尼甲阮带啦，安尼才有今仔日的心情嘛。对啦对真正啦唔敢想，若无你的一天我会安怎？啊，毋是啊，阮下无你会安怎？对啊。你讲干我必须申明咧，你话讲你讲迄薪水嘛无通加啦。无哦，我先无用啊，我先无用。慢。好奖金拿摕无讲。哎呀，好啦好啦，哎呀，今仔日毋是为着啥物通过着家己要带囡仔来。来，第一位吼，妈妈在遮吼，学生在这边。嘿，来，老师您好，你好，啊，迄个即个囡仔，我甲你请问一下吼，你伫个正爱学校成绩安怎？我伊成绩袂歹，我甲你讲吼，伊成绩吼，伊即个囡仔会晓读册，啊成绩吼，头咧佫袂歹，拢是差不多前3名啦吼。拍摄，就恁后生吼，要礼拜读册嘛吼。对，啊，互伊来回答咱即个主任的问题啦，可以甲你做主啦。我跟甲你讲。好啦，你平常时除了读册以外，上爱做什么款的活动？我爱我甲你讲，主任伊哦，伊足爱运动的。你看伊这个体格，伊嘛搞拍球。我甲你讲，伊即届吼，佫去出国比赛哦。啊，即届佫得着吼，全国，伊今年哦得着全国头3名的啦。嘿，所以拍球嘛袂歹。我知，你拢安怎讲拢第3名啦。足够啦，是讲即个妈妈，你会使有囡仔家己赢无？吼，伊就避暑，伊就歹势，你毋家己讲，紧来较大声。甲大声主任甲老师才听有。你哪会想要入阮校读册啊？因为对，恁学校咱足有名声，囡仔教出来拢足好的啊，成绩嘛真好。我就想讲吼，伊若来恁遮读吼，我嘛是真放心嘛。恁囡仔就管足严的嘛，真好。是妈妈，什么是你要来读，还是恁后生要来读啊？伊啦是伊要来读啦。我煞想无啦，好。无啦，我就想讲。今仔日咱安尼大家就好啊，好无？哈。安尼伊敢有合格哈？敢袂当入来读？咱今日面试的结果吼，我阁会打电话叫你联络啦。好啦，老师，谢谢哈，感谢，拜托哦，多谢哈。迄实在有够忝的，真正是啊！我以前就听讲有这种妈妈啊，即摆今仔日真正是看到安尼，真正伤过离谱啊！就是讲咩？不来，天下爸母心嘛，拢会了解这个妈妈的生活。好啦，安尼我可以去请后一组啦，好。后一组爸爸妈妈，好先老师好，老师好。你好，这都是爸爸妈妈。对啦，爸爸、妈妈、家长啦，家长。我错者，我想啦。我想无错翁要读册。主任你好，老师好。你好。我带我囡仔来面试。免再囡仔啦，囡仔是。阮囝啦。哦。阮囝来面试啦。你妈妈你好啦哈。韩基啦。好，不要紧，拢好，爱台湾啊！阮真欢迎你带恁后生吼来阮校安尼来要来面试读册安尼啦吼。是。等下吼，我希望是安尼啦吼。即以下即问题吼，拢互囡仔家己回答。我袂晓讲。毋是袂晓讲，你尽量唔卖讲。我听就好。我知，我闭嘴啊。我闭嘴啊！我歹讲话，我囝讲。好，伊家己回答。对啦。你过去伫校迄个成绩安怎？我以前在学校除你读书以外，还有跳舞的。跳舞。伊去校劲舞。差不多啦，有当时啊吼，一寡吼查某的同学吼，爱会使劲嘛。我跳舞就袂歹。我袂教啦。跳舞啊！跳舞啦！哎呦，我袂讲。我觉得零星啊，无应该会帮助，无应该帮助上。不紧，你会使讲句讲无？因为阮妈妈管我就严呢。就严啦，所以就是像机油啊，
只有你来只有我想要只有一点呐。主任，自由是广东的话啦，啊讲自由的自意思由啦，自由，爱自由啦，自由主要爱自由啊，爱自由啦。安尼咧，我想要问一个问题吼，你啥要入来阮校读册啊？因为其实我想要去看郊外的世界，郊外的世界，郊外的世界，郊外的世界哦，就是做乐的啦，做欢喜的啦。然后去郊外，伊这意思我了解，是要去国外啦。哦，郊外国外，伊这因这我啥拢无呢，我就讲甲你伊问个问题啊，伊有因别项诶。我问要来讲，你啥要来阮这读册，讲要去郊外，要去看郊啊。郊外的世界，郊外的世界。我你这因我这真正是吼，地质大马片，一定听无来过第二句小语，请了。对。厉害！老师好，车子。朱玲好，好，我带我。你带恁后生来面前，我我知影。带我后生来比。对，即摆开始讲话吼，你就免讲无要紧吼，即摆开始如果问问题，恁后生回答咱就使。我知。啊，因为之前哦，伤侪妈妈哦，伤过烦恼啊啦，拢帮因囝，你就教恁囝来回答就好。是。来，我问你吼，你顶下迄个校，你成绩安怎？我成绩还好。除了我了解，你上了解啦。跳舞，你爱跳舞嘛？你爱跳舞，你嘛想要跳舞嘛？对不对？好，妹，你是安怎要来？是安怎爱跳舞？是安怎你讲？我觉得零星无应该被帮助。无被帮助，就演呢。好，平常时你教恁囝做严的就对啦。是。好，最后一个问题，你啥要来读双阮校读册？其实我想要看。你是要出国去看外国啦？对啦。世间，我问的拢一模共款啊！我看你看世间，你都混世间，恁老爸都混世间啊！你足奇怪呢，这个囡仔，我讲我问的问题，伊唔别项的，你根本就是像走马看珍珠。拍破过来！来，请，来，今仔这两队来摇的，我随在你。这两个母仔囝安尼吼，要来面试啊！这个第二队安尼，你落吼，这老主任问的啊，因的拢无共款，所以第一句俗语叫做地质大马片，第二句叫做走马看珍珠。你若感觉第一句对，请举手。我感觉第一句。来，什么意思？啊，第二几倍比不一样的东西，然后接在一起啊。答非所问啊！这个经验。你买这个想法吗？是。恁两个无共款。是。恁两个摇的是叫做走马看珍珠。是啊。伊是骑马，啊，其实伊唔是要真正要骑马，伊是要看珍珠。对，伊无想要行马，伊要走出去啊，伊无爱互我管。这个俗语应该是足简单的喏。是吗？老师。对啊。post 无工作简单，啊，恁两个是安怎普龙空？像讲，普通咱去面搭吼，咱会叫猪子啦、猪耳啊啦吼、脆皮蛙安尼，啊，结果无定无地，甲补一个马片伫啊，啊，这两项物件根本都搭袂起来，感觉足怪叫足奇怪，就亲像吼，你牵猪某去牛墟啦，啊，若讲草厝啊吼，啊，去斗地汤安尼，啊，其实吼，所以即句话，猪子搭马片，意思就是啊，无输配。啊，另外一句就是讲走马看珍珠，咱普通的走马是骑马，骑马时阵尔啦，一直骑，速度足紧啊。毋过吼，你要看珍珠，珍珠细细粒啊。无法度看，爱真足看。所以要看珍珠，应该啦，落马看详细，绝对袂当走马看珍珠。所以走马看珍珠就是讲做代志拢安那。凊凊彩彩啦，所以若讲照头啊，校长甲问吼，我头家己呢，问你成绩安怎？你讲你介意跳舞啦吼，啊啥要来即间校讲教我的世界，啊算了，因问的甲伊因拢斗袂起来，无速配啦，所以应该是猪子大马片。这你简单两个普通讲的唔对。这是普通讲二人组。我给了解意思就好，好来拍破鼓励起来。
吟诗作文真趣味，真简单的一首，这首有简单的念谣，哦。今仔日咱拄仔在问个老爸老母啊，迄个班长讲到因老爸咧拜夜市啊，对不对？甲夜市啊完全有关系，所以你若读唔对，你真正罪过。哎呦，我来读，好，你来读，无问题。来。暗时烧酒来去细夜市，人真多，下来下去，有的穿浅拖，有的抹粉点胭脂。走来走去，你就会样，只样读细啊。哦，细来细去，唔知伫咧看啥物。第二段。暗时烧酒来去细夜市，单位摆甲满满是，有人咧卖衫，嘛有人咧卖面，啉来啉去吧，画来画去，画来画去，拢是为着生活意义。有够简单，对不？但是非常的写实。台湾人拍拼的精神，大家才站起来。不管你读有读无，好啊念全，总有囡仔学起来。老师，请了。暗时烧酒来去细夜市，人真多，下来下去，有的穿浅拖，有的抹粉点胭脂。踅来踅去，唔知伫咧看啥物。暗时烧酒来去细夜市，单位摆甲满满是，有人咧卖衫，嘛有人咧卖面，看来看去，拢是为着生活。谢谢大家加油！今日大家后尾再继续话为山为水为玲珑。今仔日我学着足济，连迄唱台语歌，迄种长音，迄种押韵，拢是无共款。这是咱平常时拢学袂到的。那最主要我嘛知影讲，原来咱的囡仔遮尔济台语拢袂晓讲嘛，袂晓听，所以讲吼，爱加来，爱定定来，安尼才会当学较济。好，我感觉今仔日录了吼，我感觉台语足好耍的，遮济无听过的，我学着真济物件。安尼咱以后过来，过来学较济，安尼吼，囡仔才知影大人在讲啥，大人嘛知影囡仔在想啥。今仔来这个画山、画水、画玲珑这个节目，让我知台语的重要。我即马我来录影叫歹势，阮按屏东人讲台语，我是因宝台语讲遮尔歹。是无？是。我甲你转去找爸爸，甲我们讲台语，好无？拍拼台语，好无？好。